南票站是影响嘅新木村，礼拜受到莫拉克东严重嘅影响，破坏嘅长途比头摆还难严重。福韩国路全部都本乃啥将 M 特嘞。虽然讲当地嘅民众有加倍嘅经验，所以查理嘅速度很上係依家嘅，冇造成任何嘅人伤亡。不過，村議嘅路途團體本帶到兩位嘅居民係多冇離別。為咗解決暢通路，各單位嘛經常辦法，先影響公所緊急協調受困災區嘅怪獸來天數降路。無奈何油料是變做係一下生態嘅問題。那個油只能用空運，空運進去，我們才有辦法繼續再搶修，讓神木的村民能夠出來。直升機在呢民生物資開始向新意向的方向出發，軌道上所看到的對附近馬家的影響。來到東部地區，已經有幾大群的民眾都擺列了，但呢要從直升機下山，我哋寫兩嘅直升機一百幾行所在載人數，還係非常的有限，順利下山的民眾上到該下的影響，還係持續動驚。那是第一天，我們還在逃命，第二天我們晚上我們就開始逃命了，逃了5次，一直往上逃。往上跑，因為那太大了，根本連東西都沒帶。本来那个溪很小呢，小野溪而已，现在你看那么大。它是从那边哦，那边林线那边哦，这边有一个山脚那边有吗？林线旁边那边下来，这边也有一条下来，那也是一个 V 字嘛。V 字可能是有去登山的时候有堰塞湖，从那边那样冲下来，我家那边才那么严重。哎。
土石流下来，不是说慢慢下来，它是用喷的呢。一下子就突然就撞到这边了。你想这一条陈有兰的那个水很大呢，它有办法把它挡住呢。我们这边本来还有那个合体的嘞，合体都埋掉了，这下面有合体呢。完全看不出来。哎，在那个大概那个怪手那里下面都有合体呢。去年才刚完工而已，今年就不见了。啊，就以前都迄個數位嘅安尼，硬安尼過來，都，係，個數位嘅嘛，數位下背嘅安尼，都嘅，係北共下嘅安尼，過來硬，都嘅片安尼，都卡嚟嘅得安尼。啊，嘅擺到迄個土石流啊，伊個下來蹲多，係不變成個蹲多。啊，太好擺水伊個來，啊伊個安尼，巴刀呢外安尼，規下舊落去，規下攏磨鐵的。啊個身高差唔多有3倉，身高3倉，安尼都6分鐘都磨鐵嘞。我要在遮先等伊过嘛。让我随便落来。我随便过啊。多久就会那个结果？还有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在这边有种番茄的，种番茄之后又种梅子，所以到现在你看几年了，20几年了，这个梅子20几年了哦。我可以说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的，爸爸来做生要煮你上来啊？然後5、6歲都攏填落山檔嘅，無木卡無年代啊，係啊，都來嘅，所以嘅夢料啊，細細可能㗎係嗰啲舊嘅沙，係唔抵啊，係唔抵嗬，嗱嘅做嘅冇咧做嘅一段窿。弄落嚟惡起來，家下唔掂，感覺真好搞啊！我哋冇俾咬到啊，咬到嘢把死起嚟，冇嘢嚟。毒死。8月10號那天上來的，還在下雨就上來了。心都碎了吧？冷了，真的冷了。不然這個本來好好的啊，這個路都有鋪的啊。一下就1、2天就全部都不見了。一顆梅子要長到有得採，最少要6年。像這個都10幾20年了。佢都會也看到佢都會救人種嘅 tomato 都包括颱風假都咩快槍嘅，都嘅咩行搖㗎行風嘅啊。都係啊。
落長度嘅啦，落5-6公斤嘅水。係啊，乜嘢東西咩快睇，連粗嘅都強熟睇嚟講。一滑，哇，完蛋了，冇好誒，快睇啲。好厉害，还会踩竹笋哦！没有啦，早。那么小。都懂了呀？兄弟吧，都懂。原声跟原著，导演曹瑞元最新作品。同样系输送严重的南投县新义乡嘅神木村，对19年前的火爆风灾发生过后，就开始有迁村嘅想法。不过土地嘅管理机关台大森林林当初规划本神木村民用嘅土地，竟然佢哋曾有南海嘅河坝水，当地嘅居民就动不满。故所也摆嘅协调会，神木村民再个提出，佢哋请希望政府本大家一类系列等人嘅素材。所以他们是让我们全部湮灭吗？所以像台大人这种心态，可以吗？这么个树木村的村民已讲到台大10年拿子案件，因为新义乡大部分的地仲还系本台大管的，不过到15年前的迁村计划，台大10年拿规划的前游栏溪和8船的了地地，系本树木村村民来带。村民讲，改在登记时太自家无同意，无立下强款无为何带。因此安尼，土地办协调会后，树木村的村民当3万去坚持，到台大10年拿同下人林区后报的土地，也做永久后代的位所。神木村的环境当特殊，你知个人前面站讲离政府讲的啦，离灾不离村啊。阮们神木村某一位所在做对讲动物呢，有个平，有个较相对安全的土地来去。按遐土地的所有管理权者，各位台大实验林，实验林伊都讲，台地拢无问啊，你要伊个离开村嘛，那离开村，你要去新义乡，新义乡讲无前面只，你讲较稳，较动物呢平台啊嘛，马使讲亲难亲。你讲离村不离乡的时候，你新义乡你就亲难亲楼梯，一定要跨乡嘛，就是要离开乡，离开乡的部分了去亲的土地，台地的看呢，你讲。水利行的看量地，讲无问题。伫河沙较脆嘅有一地，你着评估过无法度，因为俺拢输到问哦，拢重建会输大来问讲，佮产地拢做唔得。咱都无法度的啊。搭沙了都关的啊，你知道？因了吼，伫好无80年多了下哦，搭沙是要关的啊。因为俺地方搭沙对政府来讲都无法度信任。哎，宽的，当然要注意哦。打面包。
了後呢，要見相，要考出界咯。哦，朋友哦有啦，阿爸講女捱帶，做唔得做，帶叫嘢都做唔得啊！就係想條鬼咪做，我想我做。以後我呢，我同我講，人奶有人買就買出去。我咪拿到全部台灣來過個便宜，即家留定條嘅，仲有本錢啦，你好緊張，講安尼我咪正當來講過呀，咩非常安全奶，我考出家朋友好咪先到，咩講冇，人家考出家，那時候冇錢再拿來講。还会挂天数，这一个就是30公斤的啦。好啦，算挨游去看2-3年吼，算佢嘅片算有2-3隻水庫吼，空置電嘅，佢嘅打算河壩來講咩磨槍安尼入邊講土石流安嚴重，佢喺河壩磨按度太塞。太塞碰到嘅後冇乜嘅當會掉啦，像幾百噸嘅太塞咯，土石流瞬間進行，佢嘅片冇安尼問題，佢嘅片是就是講水，它太掉佢都較高一數咧，水冇落嘅都推脫安尼啲，安尼葉片唔係，安尼葉片都會太塞到，太塞碰到乜嘅都當唔掉。雖然係冚唪唥都捱老捱熟，會成個長長都差唔多迄個公園睇迄個，雖然愛開學嘅當跪下當高伊，呢個災區像有一隻條例做嚟講成制度，唔是講富橋嘅成果，唔是，其他情況唔是，最大煩惱都雖然係啦，所以講。安尼伊個攏算龍華國小來講，攏安尼平地人嘛吼，算個朋友可能大部分攏原住民啦，安尼細人誒許多個安尼合點，強合唔得啦呢，安尼大人是無同，安尼是迄個做細天，安尼料誒迄搭比安尼研究度，其他問題都可以講，佢個片誒學教樓安尼大尾誒。咩好嘅呢？最重要嘅咪係講細人合得冇，那合唔得都淘汰。第一天来的时候真的很无奈嘞，那个很像来到鬼屋一样哦，受不了嘞。其实弄开来还好，对啊，也算捱橋成同係佛落嘅啦，我也試來咩咁少幾次班，我又其實我都係講佢做啦。冲掉之后就听人家讲，就去问他，问他之后我们就过来看，过来了5-6趟，看了好几块，看一看就是看这一片哦，比较安全又宽，捱成過嚟看啊，那種做得有可能會過來啦，無安尼嗰邊將捱大嘅吼，可能個3年5年，10年唔止啦，冇聽到變好快。
有可能啊，叶片都可以有免人有水库，下摆个有水库，自己有咧调节吼，有较长条诶。唔像叶同人做安尼种，安尼有用心咧种，哦，安尼技术方面可能有比叶大诶人较晓得诶。安尼久诶安详，佢看到咯。基本上一种啊，基本上一种佢会屯天拿咗你啊，屯天拿咗你安尼都势必要办嘛，所以亚种诶拢有上到啦，都一该下3年，那讲海嘅叫个3年多诶，当个下呢，佢咪冇同佢下多年啦，唔怕啦，打不死的蟑螂，客家人。有冇辦到啊？你捉住揀嘅，碰上唔會上到就會。沒有啊，像安普上我會上樹呢。那雞腿啊，我們就打那個基本肥料下去啊，還要撒那個化學肥料。肥料之後還有那個灰梨啊碰胖加土狗。跟我這樣。我種幾幾張做得種？這樣半個月。半個月之後。要半個月啊。沒有太多肥料還沒發，要俾發嘅，如果發少啊，就發少發這樣子。唔會講土石流就在旁邊呢。就那抹出啊，對吧？靠前吃飯。海稻这边开始海稻了。对啊，你等一下还是要让你做功课。你怎么让他？老师借我的。今天很累啊。爸。拿去。我掏不掏？拜拜。那我不陪你做。我还是花花。今天的。
啊，你们要知道下车哦。来喽。松林14，青奈13。最讨厌的啦！松林14，竟然。你先有了。松林14哦。还以为差了。昨天是妈妈跟我们一起做，那这次是要让我们自己看看路在哪里。谢谢。找到了，爸爸妈妈。好了，走了。去新学校好玩吗？真的好。同学比你们以前更少，对不对？我们那班一样是10个啊。以前在那个新一的时候也是10个啊。所以一样多。我们不是在龙华那边的时候7个，然后现在再加上我的话，现在5个人了，最少，全校最少的，不可能。我们班6年级只有4个人。我和敏贵6点要起来吃东西，准备东西啊。今天还被叫上去，叫不起来。7点的时候要来这边等东西，我要开门的时候，现在煮饭了。对啊。已经吃到煮面吗？无咧保温，无煮啊。在胃里面吧。还有没有录音机？8。好，来讲找你啊，讲找谁？对没？喂，阿公。才去吧。啊？有。阿公孙无去厝的，吼，一定是怪哪，啊来不用无去厝的，感觉怪。大风的。大概拢你那下面。什么？什么？你要不要他？够了。我们要不要？喂。天哪！哦。
爸爸，爸爸。喂，爸。喂，爸。忙啊。係啊。會忙咩？係啊。媽媽，快點啊！冇用發天機發啦。嗰啲要愛個門啊，每一天每天啊，你那時間啊。冇啦，佢只係留面嗰人會關啊。我同阿康在住處理啊，留意做檢查上啲。中學啲而家司機也大人啦，你司機咩以後啊？係啊。相信以後今年88歲在後重建的相關性溫性的關係，為多填入石木村的在面，加條重建家人。軟件署係特別強調相關的體制學者老專家都難挑戰新影響會勘。大家將到體界會勘片場，推太新入牙嘅營業，實現公缺安尼法。如果有其他更適當的地的話，應該以其他的適當的地點來考慮。而這塊呢，先不要考慮，這是這一塊針對這塊地初步的意見。對於村民希望嘅蔬菜，實現會勘嘅體制專家提出嘅專業意見，嘛都冇窮款。我用我的手攏在為這樣給擺落來，對不？這就是崩基層啊！我的手攏是給綁來，啊，你要看其他的，所以我古早你講龍華國小，去啥別的下來，明明就在這一種崩基的地層裡頭，對不？看個材料啊，哈，應該是河階堆積的，它只有少部分的那種崩基嘅，所以河階堆積有擋平，你要離那個河岸有退縮一點距離哈，是會比較安全一點。對於前村蔬菜嘅衣服，推太新養牙，透過蔬菜，大部分係配沙嘅田。冬天嘅居民實在冇希望，因為今日前村我將向到配沙嘅耕種地。推太唔標啊！專家，而家啲專家到底一本唔本啲唔啲，我都聽過香港啲。冬天嘅居民講，根據見圖嚟片，大幾10年，嗰邊咩天災嘅影響，大家總係冇想話離開。人家更加希望推太使用同理心來體諒受災民眾。有好一點點的消息啦，好像有漏一點曙光，因為這個要遷出的代志吼，要當久的，我都唔知寫幾多擺呢哦。你還有馬個單位喺外頭寫，也馬單位喺外頭寫，有民間單位喺外頭寫，最後我哋馬寫3擺有4擺。唐個處長講吼，馬總統有下令講吼，講啊在7月底以前，所有的災區的永久戶攏啊起落啊，本災民入去待啦。無南部的縣市攏起好咧，攏啊待入去的遐執政黨的讓外面安慢咯。有發揮非常重要吼，發揮了吼，賺錢佢要買屋去買屋冇相關，哦，我必須有啊。你這個你一定會辦公去冇？我冇可能冇啦，哦，我也必有山。你冇喊你按危險咧？危險是講個是安啦，萬一講佢啊，政府啊有愛辦理嘅那古天部嘅，可能會難調啦，哦，你要辦個會大啦，你要變公寮先啦，你要變部佢唔會拆啦，哦，所以講你想法咩啲嘅，有危險，你離開就好，特別是種散彈嗰種，家嗬，2萬多塊錢。你啊，攏個特別攏喊你好巴苦嘅啊，攏牙巴變下半牙就係牙清醒啦，所以用去8字麥哦，
我妈妈出来台湾，我小生啊都冇爸爸嘞，啊日本人你都出家己讲艰苦，妈妈很艰苦吼，带你台湾，你要友好，啊我哋下边是呢，我咩书，阿公阿爸传下来财产，我专门学白做，哦，学白讲啊，拢去来做乜嘅？做坏代志，都叫也做唔得，你传他们他边，哦，传俾下，下边冇看到都好诶，好冇？你要本不记，而所以成法，你都怎讲？你心眼都开，你好表态都好诶。我把那个弹簧床拿过来，哦，睡得好好睡，有我们自己的味道，你知道吗？不然刚来都睡木板，睡地上。我们刚来的时候，用那个帐篷，啊2个，可能1斤的猪肉啊，1斤的猪肉2个人吃3天，算4天，3个晚上啊4天。啊，一餐就夹2块而已，那样也觉得好可怜哦。现在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不方便吗？没有电，没有电了。晚上要起来帮小朋友盖被子，只有可怜而已。又怕鬼，真的怕？是你怕还是你女儿？我怕。那么黑。我都跟我老公讲说，那个窗户我要加窗帘，因为晚上你看得出去，你知道吗？真的心里有一种压力，莫名的压力。我能了解。然后晚上又不太敢起来上厕所，然后。我有说一句话，就桃子就把我打破了。我说要碰到那么大的水灾哈，要运气很好的人才会碰到啊。结果我运气真的超好了，又碰到2、3个呢。以前我们那边是3名水秀呢。有拜哦。特博金城。现在山都光秃秃了，这水又那么大。算是最菜的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忍。能忍就忍。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跟他们吵，我们一定输嘛，对不对？必要了，好来好去啊。有时候大家也会有互相帮助的时候。是怎样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想办法再疏宽一点嘛。那就以后就在埔里看买房子还是买地盖房子啊。埔里如果再淹也没办法了啦，真的啦。好累啊！妈咪，你在看什么东东？你刚发现什么东东？打签名了啦！签名，我考试100分，你给我签。考什么100分？真的还假的？你看。不是100分，那是什么？你给我看。怎么可能写的那么丑会100分？你看这个。没关系的。没关系，那么丑。签名，签名。不要那个写那么丑，你叫妈妈签。不可以，给我签徐文脸啊！干脆。我帮他签我。你在吃糖果？没有。
佢像有土嘅嘅跳過去，你看，土嘅呢，踏白嘅啊，係，係啊，有土嘅腳印呢，咩煩惱呢？佢為了食個那個頭髮都夾的哈，佢為了食個茄子頭，番茄他不吃哦，他吃那個茄子那個頭。好食嘅？唔對，奇怪啊，就愛食個皮呀，食個茄子那個皮呀，是不是到了學校會跟小朋友會不會沒有話講？這個也是個問題呢。也有可能。哎呀，變成他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呀。啊，所以安尼嘅聲音會變較特殊啊，無天使款呢，變異類了，會安尼了，係啊。沒關係啦，反正習慣就好啦。佢經驗種了鳥的啦，咱講正經做得吼，運動要愛補習吼。補習？係啊，可以物色啊。哦。那接送也是。冇啊，都同個老師講背後來講啊，看禮拜六啊，嘛個幾日嚟安尼吼，隆重促促啊，幾日嚟安尼都較長啊，係啊。啊冇安尼，像也伊偏遠的吼，海個出社會，哎呀，聽人的多，沒會煩惱呢。你講也外面的小朋友。下課咯，去安親班，啊無咯補習班，安尼也攏無，安尼也攏家裡鍛鍊，有爭啊。今日关心的是南投新义的神木村，是去年800太岁的时节发生过严重的土石流，不过都经过为为起涨压的，当天河坝都已按到的沙石头和黑毛清走，严重威胁到神木大桥、屯户区、福山海桥的安全。地方方的乡亲录音澄清，希望有关单位尽快去疏通。今本日河川区同县政府的人去可能去会卡咩，我喺百姓面前推来推去，本乡亲看哪会了。因为即摆时间到啊，是咪
各位乡亲啊，有啥物意见？神木村嘅居民始終對神木橋項樓梯是河川橋嘅關業面對面來討論安樣嘅情況吧。不過村面有請相關單位來為佢哋河川橋人員一開災，當地民眾就談唔落去。橋梁是他蓋的，我萬一是說真的是我來疏通，然後疏通了之後，不能保證說橋梁就安全嘛？啊，萬一真的橋梁壞掉，這個到時候責任會扯不清啊。那推來推去，那推給縣政府，那個要推給那個單位拖過來，你都跟他等橋會漏掉一年。无啊，你多少撇卡？刚才进来那边有管制吗？我看是7月才开始盖吧。盖房啊是盖，他们家是盖便所的，是盖迄房啊伫咧床边啊。另外的酒就会来了。你那个叫什么知道吗？偷拍。表皮还没出。所以他中行医师他风险一点点的，有吗？一定不会啦。去年88度也还没有收成，想看，好久了呢，谁受得了？这80天就有番茄了。你看我看的管的不正常。哎，我要吃好不好？